这次的创意源于一个女孩儿。一个女孩啊？对，她是一个钻石设计师。我曾经答应她，带她去看地球上最美的星空，但是我想，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不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为什么。好吧。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下这个女孩呢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。她没什么特别的，很普通，爱笑，单纯，但是她很伟大。其实我想说，我一直欠她一个道歉。我也知道，其实“对不起”这3个字对于她来说，根本没有办法替代她现在所承受的一切。但是我想真心的跟她说一声对不起，我也希望她能够原谅我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，能让我回到过去，我现在愿意拿我身上所有的东西去交换这件事情。我想回到那个跟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想告诉她，我不会再离开你，我爱你。
你呢就是粉红色的 Hello Kitty， 我呢就是蓝色的哆啦 A 梦。今天穿的这身衣服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我喜欢你。依恋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看。你们怎么都来了呀？愿意嫁给哆啦 A 梦吗？谁呀你？我就是送戒指的。谁让你送的？我让他送的。你谁啊你？我也是送戒指的。把手给我呗。别不好意思了。嫁给我吧。假的。我不要。真的好吧，每颗都是真的。你嫁给我呗。我不要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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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群众的强烈要求也不好反对啊，是吧？对吧？
哎，站好，哎。